我係喺當年嘅香港殖民地嘅第一個華人大律師，咁就生活喺一個上流社會嗰度啦。咁然後當時我哋嘅家庭咧就你知我哋華人咧係受呢個大清律例可以一妻多妾嘅，咁所以咧我就係享受緊齊人之福。咁就喺同英國嘅普通法唔同，我哋只能夠一夫一妻嘅。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就有咗幾個太太啦。咁然後就喺呢個其實個戲主要就係喺我身上邊嚟講咧，就係幾個太太裏邊所產生嘅關係變化，然後對呢一個男人慢慢咧去教育佢，令到佢感覺到其實咁樣嘅制度對女性係唔係好公平。然後去到最後咧就經過一個感情嘅洗禮之後咧，最後咧就係幫助阿楊怡，即係我第四個太太，去推行一個一夫一妻，同埋呢個將解放呢個婦女，就以前我哋仲有妹仔㗎嘛，咁樣就變咗個大律師，最後係輔助呢個女性去推動一個運動，女性運動咁咯。